2-3個禮拜咧，收到導演會嘅消息，就話有個停咗好幾年嘅會開翻啦，興奮嘅，所以今日一早咧就起身。而家去緊嘅就係兩岸三地導演會交流會，我可以見翻啲老朋友。今次咧就輪到國內主辦啦。咁國內主辦咧，通常環境就好好多噶。哇！你睇下，招待我哋嘅賓館，啱啱有部作品咁都要出嚟見下世人噶。咁所以咧，出嚟見下啲舊朋友啊，同埋咧希望會見到一啲呢幾年冇戲嘅導演交流下啦，因為係一個研討會嚟噶嘛。因為停咗幾屆啦，咁而家再搞翻咧，因為好多新入會嘅會員嘅，咁希望內地同台灣都好多導演朋友過嚟啦。咁我哋香港嘅人咧，導演咧就會好齊心，好多人嚟嘅。因為呢個兩岸三地嘅導演研討會咧，第一屆好似係香港搞先嘅。哇！今次嚟到廣州係一個大票倉咧，咁變咗可以攞到好多支持或者贊助，咁變咗我哋可以安心喺度研討下呢個我哋嘅會喺呢個會度咧，可以知道一啲可能係未來嘅方向啦，或者係政府一啲政策啊。賈樟柯導演咧就安排咧，我哋中國電影協會喺度辦咗個青春青年影展，咁亦係同時舉行。歡迎大家來參加青春青年影展廣州的開幕活動。那這個我是主持人賈樟柯。期間呢，已經有30多部青年導演的首作通過青春計劃。鄭寶瑞導演。帶住成屆參加青春影展，亦都好多謝青春電影節揀咗九龍城寨做開幕電影。我現在想怎麼落地，就是跟觀眾再靠近一點點。可能那個所謂的港產漫畫又好，九龍城寨那個地方又好，然後你那個城寨裡面的煙火氣又好，就是給觀眾更靠近一點。但是我們還是拍類型片，就是你一刺激，你看完娛樂之外，可能你在裡面可能找到以前我們看的英雄電影不一樣的東西。咁我哋亦都唔希望佢就咁係一道類型片。我覺得佢同香港嘅歷史幾有關係。咁變咗喺個我哋做嘅過程裏邊，希望盡量一定會有藝術加工過嘅。我唔敢講佢100%就係當然係咁，但係我哋完全希望能夠喺呢個發展個過程裏邊，希望能夠盡量去還原。很開心青松影展能再來廣東，然後希望後面的幾天跟大家繼續相見，然後一起來看一看這些影片。謝謝。來3、2。OK。